大家好，愚人節快樂！我係潘傻，我哋今日嚟抽驅動騎士，呢啲最期待嘅，呢啲最期待驅動騎士嚟啦！搞小聲啲。OK， 我哋嚟拎張下一卷先。驅動騎士17日雲。OK， 直接同我出，俾大家睇下我嘅歐氣。嚟單抽。哎呀，咩水印蟑螂？再嚟一次，今次嚟個一拳中爆你，好似而家保底喎。哇！再嚟。今次我哋認認真真打一拳，中爆佢，最多係紫色㗎。嚟多一次。佢動騎士唔緊要唔緊要，我哋至少可以拎到。哇！連續3個上蟹，我哋而家檢查一下幾抽，我哋換個換線，換3號線歐氣線，嚟繼續。求你啦！哇！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我哋可以落班啦！呢個就係歐氣，大家見唔見到？大家見唔見到？嗱，係真係驅動騎士個醒醒，有冇呃你哋啊？嗱，我哋拎獎勵先，拎 OK， 我哋拎晒啦。嚟，先睇下語音。耶！角色覺醒，準備。我只可以講呢個係歐氣。覺醒，第一隻 U out 嚟啦！過咗突擊。我真唔敢相信呢個我帳號太歐啦！今日果然係愚人節，見到未？咁我哋升下升先。升錯，尷尬尷尬。嚟升。係我哋第一日就拎到驅動騎士，之後就嚟17啦。我而家帳號係歐氣帳，我哋講直接贏啦。歐氣飽滿一拳五關，再嚟。先升到25級先啊！驅動騎士係憑實力嚟嘅。
嚟收痕收痕收痕。係啊，唔夠啊，可惡！驅動騎士3星，點？One Punch Man， 再嚟多次。喂，花，為咗驅動一隻頭係值得嘅。花，嚟，仲有一個。OK， 升。OK， 見到而家驅動18965啊！即刻暴震！我哋驅動騎士帶領住一個新世界。我事先講埋幾抽，係仲有40張黑券啊！我哋係我哋151張黑券，而家剩得40張黑，即係我哋抽咗110抽就抽中咗驅動。你講勾唔勾？自己講。而家換頭像。令嗱，驅動騎士形象7天，我啟動咗永久凝聚，會獲得35粒鑽石。而家係38級，我哋拎一下活動先。所以我真係祝大家愚人節快樂啊！果然係愚人節福利。你睇，仲要係抽紅券。咁我哋去抽紅券先。雖然抽到無證騎士，不過我哋競技直接拎第一啦，同你講。直接暴震，驅動騎士開始裝備，過再突擊啊，復活啊，仲要係地底之路，復活過再突擊，哇！太型啦！驅動騎士，你是我的神！史上第一次要嗌。嗱，聽過呢個係必抽神角，大家睇下呢個威力，再復活，過再突擊，再嚟追擊。殺佢！我唔啱前你講。
再復活，太搞笑啦呢個角色。再復活，繼續過座突擊。係啊，再過座突擊啊！殺傷佢幾勁？哦，雖然敗咗，不過驅動騎士永遠記喺我哋每個人嘅心中，因為呢個係2萬幾戰力，所以我哋其實龍捲是好友，我哋挑戰一下。龍捲是我女友。比較慘。流光影集。直接殺佢。過咗下擊，見到啊，直接黃金第2名，我哋直接試下晉級，睇下晉級到唔到，直接跳過啊！嚟，我哋係贏咗嘅。佢講話要同師傅咁多修行。嚟，我哋呢個都係嚟跳過。嗱，驅動騎士又贏咗啦。我哋轉世數應該係輕輕鬆鬆，因為有驅動騎士撚重翻啊！輕輕鬆鬆。咁我就要跳過去啦，100%得啦。OK， 晉級就完了。功能敬請期待。我要跳過，升1個級。跳過先。咁就再嚟啦。直接800嘅排名啊！好啦，差唔多。今一集嘅壓軸打呢個試下打佢。今場嘅壓軸。因為時間唔足啊，所以我哋跳過啦。OK，咁我係潘帥啦。今次嘅驅動騎士真係令我好難得啦。第一就係 UR 嘅，佢仲可以係復活。